弟兄姐妹平安，请我们翻开圣经雅歌3章2节。雅歌3章2节，我说我要起来，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，却寻不见。Daerah kaku inyaroa mikirim lakaten aku ko kakaharai atau mimi ngai lalan misa kiri-kirim tu tata gaurahan aku tamsau nikau lila awai magera. I will rise now and go about the city in the streets, and in the broad ways I will seek him whom my soul loveth.I sought him, but I found him not. 今天我们要以扩展属灵视野 Sakakahaten kupi neng tu kawas 来勉励。这节经文很真实，在讲灵里的干渴。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爱主，而是走遍了大街小巷，心里仍觉得找不到他。犹太人有一种很古老的解释传统，叫他尔根。他用一个画面来解释雅歌3章2节。当以色列人觉得神的同在离开了，他们像在黑暗中被放逐，就彼此说，我们起来去寻找神的同在，于是绕着城市、街道、广场走，却找不着。这告诉我们，信仰是一场不停止的追寻，而是因为神太大、太深，我们永远都还有更深可以认识他的空间。我们的属灵视野被遮住时，我们常用错方法。第一，只看环境，因为忙、累、压力、人的声音等等，把我们的眼睛拉走。二，只靠感觉，一没感动，就以为神不在，但神的同在不是情绪。三，只用习惯，照旧聚会，照旧祷告，却忘了回到寻求主自己。何西阿书6章3节Lumuzau ita ku tapang tu saka fanao ita i jingraan Zaika atza u tatay ni jingraa matia u kaniharan matia u nika ulas tu kacanglahan mi senger tu sela ko nika tay ni ningra saan zangra。 我们要认识，要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如黎明必然出现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，像滋润土地的春雨。一位经商的弟兄，中年出去投资事业，商场失意，有人来看他，不知道怎么安慰，他却说一句，我现在要好好爱主。平常他不会轻易说这种话，朋友听了很感动。平常有人印象里的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人，所以他说什么都会影响人，也因为这样，他周围的朋友都起来爱主。所以当一个人真的遇到低谷时，反而最容易回到追求认识主的起点。当然我们不都是要这样，从经文学3个动作，走、寻找、承认。我走遍市区，愿意起身不躺平。属灵的视野不是等来的，是要起身去寻求。我寻找我的爱人，把焦点从事情转回主。我们常常在找解决方法，但主先要我们找他，
因为一旦找回主同在来了，方向就清楚了。我寻找却找不到，要诚实承认，不假装。圣经没有骂他软弱，反而把这段写下来。神最喜欢的祷告之一就是诚实的祷告。主啊，我找不到你。民歌手施孝荣，当他的妻子因难产在助产室紧急处理时，医生走出来，表情很严肃地说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母子都有危险。听完他慌了，在急救房门之外走来走去。忽然家里帮佣跟他说，你可以试着跟神祷告。于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寻找神，来到神面前，很惭愧地面对神说，我长这么大，父母信耶稣基督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主啊，这是我很认真的求神帮助我的祷告。之后医生出来报喜说，母子平安，恭喜你。从此他生命中很大的改变，为主而唱歌，开放家庭，带领人传扬耶稣。而主我要遇见你这首诗歌，就是他祷告后亲身遇见神所写作的。弟兄姐妹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第一次真正的祷告，也许就是在最危急、最无路可走的时刻。扩展属灵视野，不是看更多，而是看更深更准。看见神仍然掌权，即使我没感觉，主仍坐在宝座上。看见神在塑造，找不到的时候，其实神在扩张我们的渴慕。看见神在引导，主让我们经历寻找，是为了带我们进入更深的同在。今晚我们一起把视线拉回主。弟兄姐妹，若你最近觉得灵里枯干，觉得找不到主，不要自责，不要放弃。今晚我们就用这句话祷告，主啊，我寻找你，我要遇见你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在寻找中更深的渴慕你，求你扩展我们的属灵视野，使我们不只看见风浪，更看见你仍与我们同在，仍在引导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